当过了后，在中华公路的救援到当时犹阁咧继续。伫今仔日早起有发现2个遗体，搜救队是要甲因挖出来，也毋过在灾区有若是落30号，拄则12:50的时阵，伫咧花莲近海，佫发生规模5.4的地动尾，这现场也是有崩山的风险。天气若准是一直变歹，这搜救队是无排除会先脱离现场。即马上新的情形，咱要交互台记台的记者郭碧君甲林旭凯。 是蔡观众朋友最近来关心花莲大地震了后的救援状况。记者即马人伫咧中华公路的救援基地行动基地，虽然讲头拄仔伫咧挖1点的时阵是有发生，有发生地动伫咧花莲县花莲市的部分进度甚至有到4级左右。不过目前行动基地是无受影响。不过伫咧救援现场的状况，亲像沙卡当报道，就可能要注意一下。咱来听下搜救队因详细的讲法。 沙场部分目前一样是有6支队伍，6支队伍在里面做一个搜救的部分。因为上午其实我们已经有发现，有一个坐标点有疑似有发现2具的大体，2具的大体。那现在我们人员持续在努力中趁现在天气目前状况还许可的状况下，我们持续在努力中。大港步道进入之后它上面有很多堰塞湖加上现在余震的不断，所以我们现场的安全官有持续的在做现场的评估。那如果 天气待会不允许，然后可能安全有疑虑的话，我们应该会到时候会下令全部撤出。除了地动了，以外伫咧中华公路的救援基地，遮也开始有时阵会落38号，加上头拄仔地动是真烦恼，会再发生落石崩山这款状况，就影响救援的环境。搜救团队表示，上歹的状况可能会脱离。若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资料，到今仔日中昼1点10分为止，受困的671个民众拢已经有接触到。 数量上济，也是经营酒店的435人，因为目前道路也未畅通，是身价有着伤的慢性病的民众，也是囡仔即寡喙足族群，是以直升机来吊挂来救出来。也若亲像头拄仔挖2点的时阵，佫有救14个大人，2个囡仔转来基地受困的民众是有继续减少。那村的受困民众会继续卡住因的环境暂时安全的状况，会继续空投物资，互因通医治现状。 那目前失联的民众也有18个人，伫咧沙卡当报道。今仔日早时有发现2个人跌伫大石头下骹已经死亡，身份目前也未确定。目前根据救援队的讲法是继续拍拼，要甲因的大体挖出来。那今仔日 搜救队是联合国军拢总出动80人左右，也个8只的搜救犬。搜救队是配合雷达即寡科技装备，也是讲以人力来侵入这个深水区，继续来找人。那国军的部分也继续挖这个崩山路，就开辟道路来搜救这个失踪，也是讲受困的人员。以上是公司第一台来自塔拉克的连续报道。